郭玲麗議員。唔該晒主席，咁啊，其實都係關於造價嘅問題啦。咁啊，但係頭先已經好多同事提咗。咁但係呢一度咧，咁其實我自己咧都就住即係之前嘅22、23年啦，深水埗啟德同埋安達臣嗰度咧，我都做咗啲 breakdown 嘅比較。咁我頭先都喺度抹一抹。咁我就發現有一個問題咧，就係翻啲地基嗰度。咁你話譬如喺古洞北嗰度咧，我見到個地基咧，佢就算比我哋而家同時間嘅東涌嗰度咧，都貴咗差唔多5000萬。係啦，咁你比其他再之前嗰啲嘅，譬如安達臣嘅，佢講緊係1000萬到嘅啫。咁啊多咗成7000幾萬。咁都想知道其實佢當中入邊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地方，我哋需要留意點解嗰度係特別多呢？另外呢，我就發現普遍咧多咗咧喺邊一度呢？就係渠務嗰度咧就多咗1000幾萬，即係平均每一間學校都有1000幾萬。咁另外咧就係咧有一個嘅地庫工程，我都覺得想知多少少。咁我發現古洞北嗰度有個地庫工程，咁但係其他嘅學校嗰度咧係冇呢個地庫工程嘅。咁另外咧，我就發現另一個問題就係個顧問費啊。個顧問費嗰個咧就嘅顧問合約嗰度啦，即係嗰個工程嗰個嘅顧問合約嗰度。咁我發現佢都其實都加幅都幾多。咁啊可以分分鐘咧就係嗰個顧問費用由深水埗嗰度咧到古洞北嗰度咧係加幅咗1倍啊，係50%，係即係多咗1倍嘅費用100%。咁我都想知道，其實喺呢一度嚟講咧，其實有冇一啲嘅解釋，即係等我哋都多少少知道，原來嗰億幾喺邊一度走出嚟嘅？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好似頭先大家都關注啦，用到MIC 嘅或者各項嘅，大家都希望係縮短時間，係咪？呢個咧亦都其實係內地都成日講嘅呢一樣嘢。但係點解我哋而家係縮短唔到個時間呢？呢一度我都想知多少少。即係點樣可以減省時間？因為好似譬如我哋房署嗰邊嘅，佢哋其實都真係會縮短到啲時間，話到俾我哋聽。咁但係點解我哋啲項目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咧？咁呢一樣都想知嘅。唔該晒主席。好啊，副局唔該。好啊，唔該主席，多謝郭議員。關於個造價咧，議員特別有問到，即係一啲嘅分項嘅，包括地基、渠務、地庫工程啊、顧問費等等。咁亦都有特別提到深水埗連翔道嗰個即係30室嘅課室嘅小學咁樣。咁我哋今次嘅陳式雲呢個學校呢個嘅嗰個如果按嗰個嘅工程計劃啦，按住24年9月嘅價格計算咧，估計其實嗰個嘅建築樓面面積嘅建築費用單位價格咧，就係為每平方米係25,600元嘅。咁如果翻轉頭睇翻深水埗連翔道嗰間嘅學校咧，咁其實如果都係按翻2024年9月價格嘅計算咧，個每平方米咧大約咧就係嗰個單位價格係約係25,000元。咁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講話個價格即係嗰個嘅單位價格都係合理，都係相若咧？當然議員如果係抄翻可能係2-3年前嗰個嘅價格嘅時候咧，咁同今日咧個比較就都係要適當咁樣加翻嗰個按年嘅嗰個即係物價嘅調整啊，或者係即係包括係嗰個可能係工資嗰個水平嘅一啲調整啊咁樣，咁可能就會得出嚟就會睇到嗰個價格其實係相若。咁當然亦都就住即係陳式雲學校呢一個項目咧，我頭先都已經解釋咗，就係因為有需要有一層嘅半沉式嘅一個地庫，咁所以就係需要有一個嘅相關嘅一個地庫嘅工程嚇，而呢個嗰個嘅安排咧係同即係過往其他嘅項目係會係有一啲唔同咁樣嘅。咁至於即係關於議員都有再進一步追問嗰個組裝合成建築法啊，或者其他嗰啲嘅關於造價問題，我哋或者喺會後嘅文件咧，頭先都答應咗主席啊，我哋會喺嗰度都會一併去解答。多謝主席。係啊，即係我諗大家都睇到文件咧，嗰個均價咧。即係你哋分析之後就相若，但係咧嗰個總銀碼咧，大家會關注。咁所以呢啲資料係必須係即係提供嘅，因為大家都會睇翻之前嗰啲學校嘅造價係點樣。咁喺呢方面咧都希望即係會後提供啦。正如副局講。咁另外或者都解釋下個時間問題。頭先就係話可能慳咗1個月。咁喺呢方面咧就可能
大家都覺得組裝合成其實喺其他啲工程項目，似乎嗰個慳嘅時間係都比較多一啲。咁呢度可唔可以有啲補充咧？或者建築署喺呢方面有冇補充咧？唔該，阿孫生。好啊，唔該，多謝主席，多謝議員提問。咁先講翻頭先 MIC 頭先我講咗咧，即係佢係可以快少少啦。咁但係亦都頭先都講過就係話，佢 MIC 唔係成個學校嘅設計都應用嘅，我哋主要係啲重複性多嘅，咁所以係喺嗰個部分咧，我哋會快咗。咁但係頭先亦都有提到就係，譬如呢一個項目，我哋有一啲土地即係工地嗰個嘅限制咧，咁亦都會引申到有一啲時間上嘅延長。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個地庫啦，嗰度都有多咗嘅施工時間。咁所以就未必可以由每一個項目就直接咁對比咯，會係。唔該晒主席。